女人仅仅在饭菜里拨弄了一下，就发现银针竟然瞬间变黑。有毒！起初眉庄还以为皇上要毒害自己，然而静嫔却有着不同的观点。她说，即便皇上再怎么狠心，也绝不会贸然对一个女人动手。再者，皇上也会顾及到你娘家的势力，而静嫔作为一宫之主，她本身就有管理眉庄的义务。万一眉庄在这里发生意外，她自己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，既能除掉眉庄，又能陷害自己。不用多想，这肯定又是华妃的手段。我去回禀皇后，让她允许以后你的饭食在这里单做。多谢姐姐救命，请姐姐千万不要告诉皇儿，免他沉不住气。我保你，也是保我自己。婉贵人那里要怎么做，我知道。原来是华妃和曹贵人合谋，共同策划了一场眉庄假孕的风波。结果皇上大怒，直接将宠妃关了禁闭。就在甄嬛不知如何救眉庄的时候，奴婢灵机一动，便给她出了个好主意。她说先王后的宫女是个可用之人，与其在这里着急，倒不如请她出面帮忙。所以当晚皇上就看到宫女的不同之处。你画的眉毛是远山黛，奴婢伺候纯元皇后画过远山黛，所以自己也会画。此话一出，让皇上顿时想起和先皇后相貌神似的甄嬛，因此皇上临时改变主意，从华妃那里直接来到了甄嬛寝宫。而甄嬛深知皇上吃软不吃硬，便用以退为进的方式和皇上周旋。你不为沈氏求情？你姐姐的事，四郎已有决断，嬛嬛也不好说什么。四郎不是早就叮嘱过，华妃复宠之后，嬛嬛或许会受些委屈，嬛嬛不会叫四郎为难的。皇上看甄嬛处处为自己着想，心中果然有一丝触动和感动。有了皇上默许，宫女这才和眉庄接上了头，并让她交给甄嬛一张纸条，而上面的意思是保护自己和扶持玲珑。显然眉庄担心甄嬛一人在外孤掌难鸣。接着甄嬛把玲珑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又故意让她在皇上必经之路表演才艺。该隐瞒的事总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。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情意绵绵的歌声婉转动人，让路过的众人感到如同天籁之音，就连五音不全的皇后都觉得妙不可言。可皇上一行人走近的时候，却看到华妃正嘲讽玲珑不知羞耻，居然在大白天唱这种靡靡之音。罪臣之女不闭门思过，竟然到处招摇往来，不知检点。如此唱来，岂不是招蜂引蝶？没受过义务教育的华妃果然不懂音乐。随即甄嬛带着讥讽的笑容表示，这首歌表达的是人们对感情的期盼。既然华妃水平有限，那么请您关掉评论区。华妃听闻此言，气得当场就要杖责甄嬛。不过皇上及时的喊住了双方，并走到甄嬛的面前将她扶起来，又表示玲珑的歌声的确余音绕梁。同时皇后也在附和皇上说的极是很好，歌儿清爽，人意清爽。于是皇上在当晚给了玲珑一夜温柔，不仅赏赐她很多金银首饰和绫罗绸缎，还直接晋升了她的品级。为了表达感激之意，他特意将皇上御赐的东西分给甄嬛。然而宫女却认为他这是在刻意炫耀，以至于每次他都没给过玲珑好脸色。小主不觉得他是小人得志，飞上枝头就显摆给咱们看吗？他是皇上的新宠，皇上给些什么赏些什么，他难道还要藏着掖着？其实甄嬛心里何尝不是一阵酸楚，将闺蜜送到爱人身边的滋味肯定不好受。此刻甄嬛心中掠过一丝悲凉和无奈，当然她也知道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。还不等她从感情漩涡逃出来，华妃又再次对她展开了行动。还请皇上垂怜曹贵人母女，彻查此事。好阴毒的手段，是要置朕的女儿于死地吗？